歡迎收看客家名錄學院，每日一客語新聞。客家委員會4月30日舉行客語古文詩詞教材製作出版計劃成果發表會，邀請立法院前院長游錫堃吟創漢詩，紹介多元語言文化嘅聲韻同趣味，呈現本土語言共存共榮嘅樣貌。希望透過教材嘅推出，做得本世人嘅透過客語學習經典作品，傳承客家語言文化。客委會將愛同教育部合作，喺本土教育中客語學習比例做得提高，涵蓋推動客語沉浸式教育。客語古文詩詞教材電子書提供5種強調總共90篇嘅古文詩詞內容，另外編由教師指導手冊，提供新生加深嘅教材內容，說明古文詩詞朗讀嘅客語生情特色同客語詩詞嘅用法。電子書已經喺客家名錄學院上架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是古文詩詞。古文詩詞，幾當好讀古文詩詞，幾當好讀古文詩詞。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